为了安平大圆皇冠的假日酒店，主打现点现做食到饱的元素餐厅，对6月25起到4月30推出海产食到饱的全新菜色，强调台湾好鱼新鲜直送，采用台湾沿海的各地海产，尤其台南在地8门7股的渔产。2月4号下午，市长黄伟哲嘛带领观光旅游局长加农业局来大力推荐。台湾好鱼新鲜直送，就是台湾各地的好鱼、好的水产品都可以在我们大圆皇冠吃到，尤其是台南的。刚提到的斑节虾，刚提到的日式、法式，还有泰式的还有东南亚新马的这些各种的方式的烹调法，通通都衬托出这个台湾新鲜又好吃又棒的水产品。那台南的水产品大家知道，除了虱目鱼之外，我们刚刚还有北门的斑节虾，还有西湖的鹅啊，让人家时时大动。我们饭店的元素自助餐一直以来都是很受欢迎的一个餐厅。那我们在不定时都会推出新的菜色来，让消费者觉得会有新的变化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特别严选我们台湾全台各地的新鲜的鱼货，比如说，尤其是台南很多的鱼货都很不错，比如说斑节虾啊，然后生蚝啊、鲜科啊，还有鲷鱼，然后还有很多的渔货，其实都很不错。那不只是台南地区，甚至我们的高雄啊、屏东、那个东港，还有宜兰等等，这些其实台湾四面环海，很多新鲜的渔货都可以来作为料理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廖小明主厨才会以我们的台湾好鱼这样的一个食材来作为料理，然后透过他的厨艺的手法，然后让大家来呈现我们自助餐台全新的菜色。现场主厨廖小明嘛教市长如何来做生菜的熏鲑鱼卷，用熏鲑鱼来跟罗拉、卷须订生菜，搭配意大利的陈年酒醋，增添特别的风味。另外，主厨嘛特别介绍几道创意的料理。因为现在我做的创意菜会比较多了，那香鱼这部分我还蛮推荐的，它是可以入口即化，包括连骨头都可以吃。对啊，它是焖煮了大概有12个小时之久。对对对。除了吃香鱼之外，还有没有可能台南一些比较在地的一些渔产，你也会推荐的？渔产的话，因为台南在地的话，可以试试看红鲟，这台南的红鲟。对啊，我是用新加坡那边的手法下去制作，是属于拉沙口味的，因为一般拉沙它都分汤的比较多，那我把它做成干的。饭店主打台湾好鱼新鲜直送的料理，并且收集各地上青的海产，做成台湾好鱼的地图。互介意海产的民众，照着海产的卡页，就用伫咧餐桌顶面一概来品尝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